桃园市政府按什么规划讲，伫我捷运的所在要推出互少年人嘛通负担嘛买得起的徛家主体，要锁定中立体育园区、有机场捷运 A20甲 A21等三大开发区，要起大约3000户，一平要卖20外万，上计明年会开始推动。 我捷运的厝真贵，少年人拢无在了买。桃园的厝价甲双北比是较俗，伫捷运、铁路的下滑建设拢伫咧进行，所以有真侪少年人搬来住，是六都内面平均上少年的城市。桃园即马要扫全台湾第一个可负担主体政策，互少年人毋但是有法度租厝，也有在了买厝。释出约3000户可负担住宅，那以现行中立区平均单价40万一平而言，未来可负担住宅定价 大约落在2字头，明显低于周边住宅市场行情。桃园即马正伫咧修土地条例草案，按算今年送市会审议，以后可负担主体买卖，拢会由自动中心统一进行，绩效也受条例规范，上紧明年实施。一开始伫中立的体育园区先试办，了后也有机场积分的 A20、A21等整体开发区。觉得现在房价贵吗？很贵啊。 跟那个薪水不成正比，一平20几万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对啊，你觉得是合理的？合理啊，蛮合理的、啊。这一边大概30-40万了，这政策很好啊。怎么说？可以养制房价，让年轻人可以租得起房子啊。这边因为是机场捷运线盖比较早，所以房价已经涨很多了。我觉得这样的政策还不错，就是如果它的房价是低于市价，可能10几20%的话。 是会有帮助啦。可负担主体政策甲合意主体闭锁期只敢若10年无同，总是封闭性市场买卖机制。以后若要转卖，只敢若会当卖互市府。政策的想法有淡薄亲像新加坡的租厝，用轻松会当负担的绩效，照顾人民大的需求，互主体去商品化，回归到主体本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